许多离开家乡去市政府打拼的人，最里面还是家庭爱归家乡。新竹北埔有请企业四姊妹，伊能本地提科技业、美容业，韩国好高的是投入。5年前回到家乡，可以一间亲子娱乐学习庄园，伊能们相爱囤菜地的新人的天数，故作强的工读生囤员工，如系当地供弱势家庭的新人呢，可以让5年。伊能总共培训的8个后生的，还喺北埔加入行为能开一间文创商店，和本人能合作店长，同时还喺出批那一间用手工创作做主题的 DIY 教室，目的都系希望一群新人呢，能白会留喺家乡。那等一下我们饭先煮，谁负责煮饭？就算10點一到，起步便宜嘅每夜，肯定只比延期嘅也都延高。吩咐做下，我先準備物件，等下我做生理。等一下那个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哈，洗的时候干净一点啊，尤其是花椰菜。面包要先拿出来退冰。等一下那个亚军，那个盘子每个都要擦干来哦。大家员工工作各位都認真，一件總研總風度懂定一下，延期世界都同習慣有關。原來會有一條想法，喺其他條想到自家做生意嘅家下嘅環境。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是女孩子，那我们都留一种发型叫西瓜皮，就顶着一个西瓜皮，我们就用西瓜皮的方式去呈现我们西瓜女孩的一个精神，一个客家精神，就是勤俭持家。起步四姊妹，酷人家出世，阿爸没卡做歌神，四姊妹全都给阿妹土太嘅，家妈妈一切都懂遵从，每夜对未来嘅想法同家庭。故說5年前，按到每夜個個同本地嘅條路表態，將家鄉經濟親自娛樂總業，做阿美莎沒全心支持。我们原本都在高科技产业做，我们家有1半以上，那其他都在做老师。那因为我们觉得说，在园区上班，下班完之后，假日很喜欢带小朋友出去玩，可是完全没有符合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小孩子可以很快乐的玩，家长可以很安心的坐在那边，所以我们就自己想说，那我们干脆就成立。是的妹啊，恁得有你嘅想法，也唔明爱教嘅，因为佢读书读按过，去啲分享，来创造，来做佢嘅事业。虽然讲按幸福，佢创下讲一句，妈妈你放心，吼，唔管万一来员工来看你，吼，我哋会好好来打拼。那请问一下，蚂蚁的从哪里来的？课桌椅。课桌椅不要的哪个地方？断掉地方。那课桌椅延呢？期除了有經驗傳染，親自娛樂延期，沒有 DIY 嘅課程，紅藝術嘅天嘅每夜前免費，就希望大部安內嚟提倡環保用上嘅觀念。希望能延伸課桌椅的我們客家人的所謂的勤儉持家，還有所謂的愛護環境的一個概念。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所有的東西，我們盡量是用環保再生的一個概念去做。嗰所記接上同福建嘅學校合作，用環保素材嚟教學生嘅做創意嘅作品。我觉得不只是在環保或是生態，甚至在教學使用方面，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讓孩子重新去詮釋這樣的一個想法跟態度，而不是說我用過的東西我就把它丟掉了。我們要珍惜它，然後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一種的元素，然後呢再製造出另外一種更棒的藝術品，然後給學校這樣子。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而且那些木板雖然有點不太好聞，但是組裝起來就有那種童趣的感覺。然後還有那些木板在利用的過程，也讓我們學習到很多。其實條下馬家庭愛成立延期，四姊妹計劃好各個喜好冇要用嘅東西，準備來巧妙實驗。在我們規劃這個的期間，這3年在還沒有開始動工這個的前3年，我們就各自去學習。像我2姐，她就去學設計，我大姐就是去學策劃的部分，然後我的部分我就去學，像我們餐廳必須要有飲料的部分，我就去學吧台，還有一些我們的披薩，窯烤披薩。然後我先生也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所以從頭到尾我們從頭學一遍，其實也是很辛苦沒有錯。可是你人生真的不斷學習，我覺得這一塊讓我們重新
去摸索，然后重新学习这个意义，然后全家又可以共同在一起。从业過後，請員工姊姊妹唔單止係愛要到員工，將好多一種經驗打工天天，加到打工訓練，愛要到後生人做得出力。我们让他们觉得说这些事情你们做了，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他们一定要非常的优秀，只是说我们是以父母的心态觉得说，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不在了，你们连最基本的工作你们都可以做，而不是所谓的人家讲的都是靠爸或靠妈做。每現正持續嘅安度姊妹，弄成帶員工向下來做，天天嘅員工每都有會改變。就是會自己親手做一次，然後再先講一次，然後再自己親手做一次，再交給我們。對，因為他也有下去做，就是你自己也會會心甘情願的做。這8個改變很多，其實8個來的時候，你們很難想象，他們掃地是用單手掃地，然後拖地是用8字形拖地，然後只要桌底下的他們都會繞過。可是剛開始來的時候，他們只有16歲、15歲，他們在收餐桌的時候是一個拉一個，非常非常的慢。那這個部分就是慢慢去教導他們，因為剛開始他會說，為什麼是我做？啊，為什麼不是他做？他們剛開始會分你我。看到家頭有進步，訓練嘅5年過後，姊姊妹家庭愛本辦嘅員工好定嚟做點做。而家頭嚟了解用嘅缺點。這家店的話，因為我們莊園的話主要是打親子餐廳，那這一家店會比較朝年輕一點的。我們希望把族群分開來，讓他們嘗試接觸到不同的人群。那這樣的文創商品在北埔老街是沒有的。那我們希望說，借由我們能創作商品這個能力，能跟隔壁的或是在地的店家能做結合。日冚店嘅布擺都從好夠用嘅，呢度嘅開業還有從嘅門，中定日頭都係從睇高色熟好用嘅，日頭未帶啲員工嚟做所有嘅狀況。有磨木頭，然後擦油漆，然後清理地板那些，對，都是我們自己用的。這一棵是千言萬語樹，它是用我們不要的木頭一顆一顆這樣粘上去的。然後像這個西瓜的木片。也是我們一個一個這樣串上去的，然後串那個小小的圓珠珠很難串，對，有時候指甲都會用到。主要是因為沒有人幫我們做了，因為我們做的東西實在是太不符合一般平常人要做那種規規矩矩的東西。那我們的設計，我們也是主要是以環保為主，就是你現在看到所有裝潢的話，我們都是環保木所做成的。行下特別嘅係，家頭hand同新竹菜天嘅誠心眾位朋友結合起來，提供表演嘅平台本嘅家頭。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場合，我們覺得很多東西是可以分享的。第一個不影響，我也知道說他們在這邊有店家拒絕過他們，那我就直接跟他講說，那你來我店裡好了，因為我覺得人氣等於買氣，我們用正面的能量去看這一件事。家頭有請有28個人嘅學藝法來表演天子公戲，北埔嘅路況充滿呢好糖嘅旋律，滿記溫暖。這個就是一個叫愛心商店，嘿，就是資源，這是很棒的一個地方。我們一方面，他們也一直要推廣這一塊，對啊，還好北埔就比較好的環境，給它領頭羊啊，對嗎？然後像這個點，然後慢慢社會的人是可以注意到這一個點，也跟他一起，對吧？他也可以分享一些資源給我們，社會也可以分享一點給我們。因為我長大想要當鋼琴老師了，跟民眾互動，對，很開心，對，很開心啊。對開店愛用嘅做生意，都會同沙飛空行康用式嘅促權聽數。都會持獲安度姊妹，上會搞家頭生意嚟嘅。開店還會同沙期合作，不少家頭未帶啲員工去同配對店家互通。我從事設計10幾年來，我常常講說包裝是最大的一個問題。第一個包裝動軌，第二個它實用性也比較
比较，就是说你用完之后再拿来再利用的机会不大。冻扫，几乎是没有什么。同店家互通，从地位大好关系，你会检讨反驳嘅理念，加到含同店家打造礼盒包裝，同本地嘅纸盒嘅温做做的重复再购利用嘅推演，也到员工慢慢地为嘅嚟设计。其实设计从呢种嘅包装有啊哈，呢种嘅补助嘅呢种包装，重复性下购，做啲重复利用安尼啦，对了反驳啦各方面来讲是有下帮助有下大，因为你反驳嘅问题係世界性嘅问题嘛，所以你就按概念来同安尼讨论就啊，安尼也当方向去做啲同安尼填设计。我认为其实像这一种，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种设计，我可以再加个手提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做个直立的方式，直立手提。因为你另外就是面条是直的嘛，那你装直的下去，人家也比较好分辨说哦这是面条，然后你面条拿出来，你还可以装个水壶啊之类的，当个水壶袋也行。像创意的部分跟激发部分，像我们就会拿实体来跟他们讨论我们缺少什么，我可以加什么，我们把它加进去。那执行上面的话，我是全心全意的去执行，完成我们小朋友他们想要的一个理念。你们的擂茶又特别好喝。连北部都結控有名嘅擂茶店家，也都咩同其他設計部分比同款嘅推嘢。大家提倡反駁嘛，哈，所以講只不嘢來練台灣啲技術嗰度，哈，這邊你輸幾多多，地球嘅暖化是越來越嚴重，嘿，所以講如果你看到你係按醬按高水嘅東西有冇哈，你都推廣哈，我這樣子囡仔會當喜歡。真的冬天我会想喝热可，真的很快就冷掉了。对，然后它也会提供手提袋这样，但是如果有用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蛮环保，因为有杯子，然后这个也可以像袋子一样这样装着，然后手也可以这样子提，然后就不会说就是比较不会浪费，而且又有很有保温的效果。就把它吊满在所有的希望森林里面。一條員工獻供出自家嘅看法，就會行到培訓嘅目的，一下行到未規劃哪位意見 DIY 活動教室，設計總方同補擺都會同一條員工共下討論出來嘅。你們希望上什麼顏色？彩色。我們希望繽紛一點嘛。我們可以鋼中帶柔，柔中帶鋼嘛。那天花板的顏色，我的建議，我覺得用深藍色，你們覺得怎麼樣？堆積塑料、攞鼻浪、瓷器都總放，總會都會也到成日冇嘢做嘅。打造完成過後，也當然唔但淨係一間店，未係培訓員工，販賣有能力教育。希望對各領域嚟訓練佢哋，可比增加工作機會，安尼後生人未抗衡留啲家鄉。我們其實現在就是培訓他們做講師，因為他們在莊園裡面就已經在教小朋友做 DIY 這件事了。那我們希望他們的層次拉更高，拉上來是他們也可以教導比較大的大人去做專業的一個講師。我們是希望培訓到最專業的，他們可以去到學校裡面去授課。有想要留在北埔嗎？還是你想要出去外面？留在北埔。為什麼？因為覺得這裡就是空氣很好，對，然後就是會想要做就是把這個東西都做起來，然後帶很多觀光客進來。目前是想留下來。那為什麼？為什麼？是因為我覺得在這邊會學到很多東西，也會學外面學不到的東西，外面沒辦法給我們的。送記一米5內，唔當送記一支吊瓶。持貨嘅安道姊妹帶領亞啲後生嘅員工向下同事來做唔恐怖，提供好些機會，希望亞啲同社區向下合作，由後生人留啲家鄉，安尼北埔將有更加好嘅將來。